视台总编辑被判重刑，伊犁州电视台总编辑埃尔根·托尔顺被中国警察带走，并判最少7年徒刑。据报道，今年50岁的埃尔根是一名有影响力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家。他3月份被警察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为何被捕，并判刑入狱。安华要向中国提维吾尔穆斯林困境。马来西亚公正党后任主席安华将于下周访问中国，预料会针对维吾尔穆斯林问题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关注。安华表示，他希望了解维吾尔穆斯林在中国被大规模拘留的最新情况，并促请北京承认这个是少数民族的权利。他表示，他关注的是维吾尔穆斯林的宗教自由和行动自主权。我们的立场是不纵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沙特称卡舒吉在领事馆打斗事件中死亡。里雅得当局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沙特籍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里死亡。沙特检察官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卡舒吉在领事馆内与跟他会面的人之间爆发集体冲突，导致他死亡。声明还说，调查还在继续，已经有18名沙特籍人士被逮捕。沙特国家媒体称，国王萨勒曼已经下令解除2位高级官员的职务。阿富汗乌兹别克人的女性议员候选人引起关注。阿富汗南突厥斯坦乌兹别克人的女性议员候选人谢穆斯萨达特在10月20日选举前举行的集会上做了象征突厥人的灰太狼手势。阿富汗南突厥斯坦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突克曼人的全国伊斯兰党将参加周6的选举。谢穆斯萨达特是该党的候选人之一。由于他在集会上的讲话在社交媒体上广受好评。印度火车撞击人群，至少50人死亡。当地时间19日，印度北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撞击聚集在阿穆里泽市观看节庆焰火秀的人群，至少造成50人丧命。警方说，至少有60名受伤者被送入全市各地的多所医院。目击者还说，因为焰火和欢庆声很大，死伤者没有意识到火车正朝他们驶来。